即係有好多人咧，成日都問我啦，點樣可以將個腸胃搞好？咁啊，就自然會問到關於益生菌。咁嗱，其實咧點樣去揀好嘅益生菌咧？我之前喺其他嘅短片就講過噶啦。咁呢度我就唔再多講啦。但係好多人咧，淨係留意益生菌，但係佢冇留意嘅咧，就係點樣要清除啲害菌。嗱，市面上面咧，坊間咧有個錯誤嘅觀念，以為有益生菌就能夠清除害菌，呢個係錯㗎。因為當害菌咧已經係進入咗我哋嗰個腸壁嘅直胚嘅時候咧，你係好難清除㗎。哪怕你食咗益生菌咧，都冇辦法將佢驅走嘅。咁所以喺順勢療法上面咧，就有一組療劑叫 BioNoso。咁呢種 BioNoso咧就會按照咧你嘅症狀，即係腸胃嘅症狀咧嚟處方嗰個咁樣嘅療劑。咁樣處方咗個療劑之後咧，佢就能夠幫助咧清除相對於呢方面嘅害菌。而跟住之後咧，你再加入咧係合適嘅益生菌嘅話咧，你先能夠將個腸胃咧係完全搞好嘅。咁而 BioNoso 入邊咧係分為10種嘅。咁呢10種 BioNoso咧就按照不同嘅症狀，例如啦，你好容易腸胃脹氣啦，咁樣嘅話咧就有一種 BioNoso啦，叫做 Morgan B 啦。咁另外啦，如果你話我好容易緊張嘅咁樣嘅話咧，咁又有另外一隻 BioNoso係處理緊張嘅喎。咁另外有啲人咧好容易火燒心嘅。胃酸過多嘅，咁亦都有另外一隻啦。咁另外咧，亦都有啲人咧係食極都唔肥嘅。咁樣我點樣可以能夠令到我好啲咧？咁亦都有啲人咧就好容易肥嘅。咁嗱，呢啲咧都係咧腸胃嘅入邊嘅害菌所造成嘅。咁喺呢個層面上面咧 ，BioNoso 咧都能夠產生個好嘅效果。所以咧，如果將順勢療法嘅療劑 BioNoso 配合咧順勢療法嘅輔助療劑譬如我哋嘅 Perfect 咧，咁樣組合嘅話咧，咁你個腸胃嘅健康咧就能夠得到個完美維護㗎啦。